台南市中西区下内登记在案的庙宇甲寺庙就有94间，因此享有众星之都的美誉。大埔福地区更是积极响应宗教优质化政策，除了长期热心公益、关怀弱势，伫去年更加市府合作打造土地公甲虎爷国庆火车，成为民众翕相的焦点，成功行销台南。标榜这次办理虎爷浮雕跋杯比赛，让民众透过趣味的跋杯，将虎爷带回去厝，吸引200多人参加。这位叫黄云同学，第一杯放这边。如果可以得到那个牌子，你会不会很开心？应该，可是我希望人家也可以幸运的得到。跋杯跋碟，然后会把这福气也带给自己，他也带给自己的亲友。我嘛希望讲，今晚市政府都会推行宗教优质化哈，反正这届的活动也是说宗教优质化的一个多元的一个活动哈。那借着这样一个活动哈，能够一个祈福哈，让我们今年因为新冠肺炎大概过了不好势所在哈，咱明年也当过得比今年更好哈。嘛希望讲借由这样的活动，会让提升我们社会的一个正面能量哈。百湖的活动，咱是甲迄个中西区区公所，个了台南古城节做伙合作来办这活动，因为阮本事有服侍这个虎爷，因为这百湖吼是希望咱府城会当一个百湖，会当大家共襄盛举，来为咱这先神大德大家来祈福。虎爷上团具有家钱招财、驱邪辟煞、保佑儿童之能，所以庙方这次办理虎爷浮雕跋杯比赛，吸引真侪亲子家庭出动。主办单位中西区公所甲大埔福地区，嘛希望透过这款趣味的系列活动，会当将优质的宗教文化介绍给外地游客，甲市民大众分享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